大家平安。在3月27日，我们到主面前要一起来敬拜，要一起来到主面前来经历这一段不容易的路。当主在经历这一段走向哥哥他走向十字架的道路当中，也让我们看到他从与门徒们一起守逾越节晚餐，一直到被审的日子、被审的时候所经历的这些事情，也让我们能够来到当中，不论从夜晚、早上，或从早晨到夜晚，让我们一起都有主的同在。我们一起来敬拜。早晨，我睁开眼睛，渴望聆听你声音，心中思想你的好，更多与你来亲近。到夜晚，你爱永不止息，亲爱主，一生紧紧跟随你。
早晨到夜晚，你爱永不止息。亲爱主，一生紧紧跟随你。从早晨到夜晚，从旷野到高山，亲爱主，我要传颂你美丽。从早晨到夜晚，你爱永不止息。亲爱主，一生紧紧跟随你。从早晨到夜晚，从旷野到高山。亲爱主，我要传颂你美丽。从早晨到夜晚，你爱永不止息。亲爱主，一生紧紧跟随你。主，我们感谢你恩典，到我们来到你面前敬拜，愿主你就在我们当中。主啊，在这受难的这一周，让我们一起来经历这一些。当你走向那十字架的时候，你也与我们同在，你也要我们跟着你走。主啊，你也跟着你的门徒，跟他们说，当警醒片刻，你要他们祷告，免得陷入诱惑。主啊，我们生命里面也常常需要警醒。我们生命里面，当我们面对到这许多事情的时候，我们需要透过祷告来到你面前。主啊，恳求你带领我们，恳求你与我们同在，帮助我们在每天当中都能够警醒，在我们每天当中都不陷入那诱惑里面，因为你与我们同在。主啊，感谢你，愿主你与我们同在，愿主你悦纳我们所献上的，献上我们祷告都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今天3月27号，我们一起来看的经文在路加福音第23章第13节到第25节。路加福音23章第13节到第25节，比拉多召集了祭司长、民间的领袖和民众，对他们说：你们把这个人押到我这里来，控告他煽动人民。我在你们面前审问他，却查不出他犯过你们所控告的任何罪状，连希律也查不出他有罪。把他送回这里来，可见他没有什么该死的行为。我要叫人鞭打他，然后把他释放了。每逢逾越节，比拉多都照例为他们释放一个囚犯。群众却齐声喊叫，杀掉他，释放巴拉巴给我们。巴拉巴曾在城里作乱，并且杀过人，因此被下在监狱里。比拉多想要释放耶稣，就在劝解群众，可是他们更大声呼喊：把他钉十字架，把他钉十字架。比拉多第3次对他们说：他究竟犯了什么罪呢？我查不出他有该死的罪状。我要叫人鞭打他，把他释放了。群众继续大声喊叫，坚持把耶稣钉十字架。他们的呼喊终于得胜，于是比拉多照着他们的要求宣判，他把那个作乱杀人、囚在狱中的凶手释放了，又把耶稣交给他们，任凭他们处置。我们今天的经文在路加福音第23篇第23章13节到第25节，让我们用一点时间再来读今天的经文，来默想，来领受今天的经文。
从他进入到耶路撒冷，在那个我们所过的棕树主日，一直到他被审判，他受难。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们看到当他去经历这一些的时候，进到耶路撒冷这样的几天，然后有跟门徒一起过逾越节的晚餐，一起守逾越节，然后在客西马尼园来祷告。最后他在当中，我们看到他面对这样的审判。其实在这样的审判当中，有类似被丢包踢来踢去，因为他们找不出问题来，他们也不知道到底耶稣是面对了什么状况。其实宗教上跟政治上其实有很多不同的看法，所以这些人把他送过来是因为宗教上的问题，因为耶稣来影响到他们，让他们这些既得利益者他们的利益受损。在前面的时候，很多人听到耶稣在讲的时候，会觉得哇，这个人这么有权柄，他的讲道是有权柄的，他的服事是有权柄的，在当中都听得到耶稣的权柄。然而面对祭司长，面对这些手上握有权柄的人，却感觉不出他的权柄在哪里。他们只是会用这些权，但是他们不竟然从生命里面能带出这样的权柄。所以当中我们看到这些祭司长、民间的领袖，这些许多的人，他们有很多的挣扎，有很多被挑战的地方。所以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，我们看到昨天经文讲到说，犹大他带着这许多人，祭司长跟那个监狱的侍卫官，他们去捉拿耶稣。最后讲到这是黑暗的时刻，当耶稣被抓去审判，面对这样事情的过程当中，我们看到今天经文讲到比拉多召集了祭司长、民间的领袖和民众，把这许多人召集过来，让他们实际来说，究竟耶稣犯了什么罪？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去思考，这个人究竟犯了什么罪？但是我们发现有很多人并没有在做思考。所以当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，会发现有很多人是被煽动的，有很多人是在那群众的压力当中，他们可能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，所以耶稣才会在最后说：“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他们不明白。”所以我也看到很多人，其实他们是被煽动的，在当中没有明白这许多的事情，别人说了就这样去做。所以在这样审判当中，让知道事情的，可能祭司长知道事情，民间的领袖不尽然知道，民众可能只是盲从的。当然，有些民众有可能他们也是在利益当中被损害了，就像那个被鬼附的人一样。当耶稣让那个人得着医治，鬼离开这个人，而这些民众有可能他们损失了那2000头猪。所以当中我们看到有可能损害了一些人利益，但是我们看到常常是眼光不同。这也是让我们看到，在我们在教会里面在讲到说，我们愿意用100万来得着生命，但是在这样口号之下，常常要花一些钱的时候，我们都觉得不要。所以在当中100万灵魂跟100万的钱的时候，我们常常是选择要有那些100万的钱，不需要这些100万灵魂。而耶稣常常的带领我们是要让众人得救，把福音传到地极，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。所以这常常是我们需要做的，但是我们常常是看到眼前的这一些，所以这些人也常常是如此。所以比拉多叫这些祭司长，叫这些领袖，叫民众来到他面前，召集他们，然后对他们说：“你们把这个人押到我这里来，控告他煽动人民，我要在你们面前来审问他。”所以当他在他们面前审问的时候，其实他一直在问你做了什么。其实查不出来他有什么。我想可能比拉多有可能找人去了解耶稣到底犯了什么罪，可能做了很多的查访，但是在罗马帝国里面的法律当中，其实看不出他有任何的罪状。其
其实我们看到很多时候就是如此，而这当中真的回来再看，这些人不就是犯了上帝透过摩西所颁布的这10诫吗？所以在这过程当中，很多时候就会看到这些，或许他们这些是祭司长，这些是领袖，这些是法利赛人等等的，有许多这样的人，他们却犯了很严重的罪，他们做假证去陷害人。所以当我们在看这些事情的时候，回到圣经里面，回到上帝所颁布的这当中，会发现这些人其实犯罪。所以这当中会看到这样的对比在这里面。耶稣被审问的时候，去追究的时候，发现他没有任何罪状，但是回来看，这些控告他的人反而是犯罪的。所以就讲到说，比拉多查不出他的罪，他讲到说连希律都查不出他有罪，把他送回到这边。所以在当中看到比拉多跟希律这些当时握有行政权的这些人，都查不出有什么罪来，都查不出来。所以在许多时候，我们看到我们现在的世界也是一样，很多时候有些人是没有犯罪的，然而去控告这些人的，常常是他们犯了许多的罪，甚至在信仰上，在这个国家当中是犯罪的。所以耶稣在面对众人在控告那个行淫的妇人的时候，才会对他们有一个挑战。在这个妇人的生命当中，你们都说她犯罪了，然而你们当中没有犯罪的人，可以拿石头丢她。在那个状况当中，发现那些控告这妇人的这些人，每一个都走掉了，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犯罪。其实生命当中有许多的罪，只是掩盖在当中，没有说出来。所以在这里面也看到，其实在这样事件里面，这些被叫过来的祭司长、民间的领袖跟这些民众们，其实如果真的要拿石头丢耶稣，有可能也每个人都没有办法做。所以我想在当中，希律跟比拉多，他们也尽可能的要照着公平来审判，但是我们看到他们也不敢得罪群众。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希律他不敢得罪群众，就把人送去给比拉多，比拉多也是一样不敢得罪群众，所以送给希律，然后在当中甚至他在这个过程里面还拿水盆来洗手，说这些事情归于你们，不归于我。他不敢得罪他们。所以在当中我们看到我们现代的人也是一样，很多人不敢得罪群众，所以做了错误的决定。然后我们常常说，我们的生命里面，我们要照着上帝的心来做，而不是照着人的。我们要回到上帝面前来看，上帝要我们怎么样来做。所以许多时候我们是怕人，不是怕上帝。所以在希律这当中，他查不出什么罪，但是他又怕群众，所以他说我要叫人鞭打他，然后把他释放。他想要的是释放他，而为了顺应人民的心声，所以他说我鞭打他，把他鞭打了几下之后，把他释放。但是他没有想到群众要的不是这个。所以当中我们看到在这经文里面，有些抄本里面讲到说，每逢逾越节，比拉多就会按照惯例把他们再让释放一个囚犯。所以以我们现在讲法来，就是在逾越节的时候会有个特色，针对一个囚犯特赦一个囚犯出来，所以他也期望用这样的方式来放掉耶稣。所以当中他要按照这个惯例的时候，没想到群众却大喊说杀掉耶稣，释放巴拉巴。其实有时候我们都会去想，究竟这些群众，究竟这些祭司长恨耶稣，恨到什么状况？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思想人跟人的关系的时候，很多时候会发现，其实事情没到那么严重啊。
但是是因为有时候我们在钻牛角尖，有时候是因为一些小事无限的放大，无限的放大，卡在我们心里面。但是像现在讲到说废死刑，废掉死刑就真的可以释放了你吗？废掉了死刑，你生命就真的得着了释放吗？其实很多人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，可能这个人把他杀死了，但是你的生命呢？你有得到释放吗？而这废死的过程当中，其实有很多的讨论在里面，但是在思考的是，当这个人被杀了，你的生命真的得着释放吗？所以群众在这当中喊叫要杀死耶稣，杀死耶稣，却要释放那个杀人犯，那个最严重的。然后在这里面，我们看到是如此吗？生命真的是要走向这样的情况吗？所以通过这当中，我们成为了群众，成为了被煽动的群众吗？别人这样讲，我们就这样做吗？许多时候，我们就真的跟群众一样，根本不了解发生什么事情。只是别人说，我们就照着做；别人这样喊，我们就这样做；别人叫我们做，我们就跟着做。许多时候就是如此，我们只是盲从，只是盲目的跟从许多的人。所以在这种事情当中，也让我们回来看，我们都是盲从吗？我们有没有好好去了解，好好去明白？虽然比拉多后来也是照着群众的想法，但是他也很想要去了解究竟耶稣犯了什么罪。所以在我们生命当中，我们需要更多的明白究竟耶稣做了什么，究竟在这些事情当中，耶稣的位置，耶稣在当中有没有犯了什么罪？这边讲到说，这个巴拉巴曾在城里作乱，并且杀过人，因此被下在监狱里。他是在作乱的，是在制造动乱的，而且杀过人的。这样的杀人犯，在过去或者是在现在，可能都是被判死刑的。然而，耶稣替代了巴拉巴。所以在当中，我们看到这样的情境里面，在前2个月在读马可福音的时候也分享过，在当中耶稣替代了巴拉巴。在这巴拉巴，他是一个要被判死刑的人，然而耶稣替代了他的位置。也就是我们生命里面也是这样子，耶稣替代我们去承担我们所犯的罪，去承担我们所该承担的。所以这些人，他们不分青红皂白，他们要的就是杀掉耶稣。所以这当中有可能是祭司长在煽动，有可能是这些领袖们在煽动。而这当中，我们看到在群众里面，只要1、2个人大喊，有可能很多人就跟着喊。巴拉巴在这当中，在城里面作乱，其实造成许多人的困扰，有可能许多的家庭里面是有许多的难过的。当这些家庭他们又看到巴拉巴怎么办呢？他们是不是也会动手，想要把他杀死？所以这巴拉巴有可能在那当中是被判死刑的。比拉多想要用巴拉巴来换耶稣，但是没想到群众却是要用耶稣来换巴拉巴。他们只看到他们想要让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，所以在这里面看到比拉多，他找不出有什么可以定罪耶稣的。从大的罪到小的罪，他找不出有什么可以定罪耶稣。所以这边讲到说，他想要释放耶稣，就在训诫群众，想要再跟群众讨论看看有没有可能有转圜的机会，就照着该做的释放耶稣，钉死巴拉巴。可是他没有想到，这些群众却是继续大喊着把耶稣钉死，把耶稣钉死。所以从这些事件，其实真的让我们回来想，我们的生命，
我们生命走到哪个状况，我们是不是也跟着大喊钉死耶稣？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说以色列人钉死耶稣，法利赛人钉死耶稣。其实回来看我们的生命里面，是不是我们也常要钉死耶稣？我们在许多事情当中也跟上帝说，也跟耶稣说，你不要管我，我就是要这样做。我这些事情你先这样子，不要管我。其实许多时候我们把耶稣丢在一边了。其实许多时候我们都跟这些群众一样，大喊着把他钉死，把他钉死。在这许多事情过程当中，比拉多又再一次对他们说，他究竟犯了什么罪？我查不出他有什么该死的罪状。其实我们看到比拉多很努力的想要释放耶稣，然而这些群众继续的大喊这些，所以他继续就说，我叫人鞭打他，把他释放了，这样可以吧？鞭打他，让你们出这口气，我鞭打他总可以大快人心的吧？所以当中我们看到比拉多真的他也想要公正的审判，他也真的想要让众人知道他真的没有罪啊，他没有罪啊，你们为什么要钉死他？那他真的想不到这些群众这么的坚持。有时候我们都会觉得这些人在坚持什么，我们也看到许多人究竟在坚持什么。其实如果可能的话，也可以去了解他们究竟面对什么事情。有些人真的有一些事情在当中，在这许多的利益纠葛里面，在这许多状况里面，就像后续我们读《使徒行传》的时候，会看到许多人要冻死保罗。确实，保罗也损害了一些人的利益，但他为了福音，我们看到他们也是学习，就如同是耶稣一样，耶稣为了福音。所以当中我们可以回想，耶稣损害了多少人的利益？当耶稣去接近圣殿的时候，去翻桌，去做那些事情的时候，把那些换钱的、那些买卖的赶出去的时候，我相信在圣殿里面被那些被赶出去的人，势必对耶稣恨得牙痒痒的。而那些祭司们也是一样，他们收不到这些钱，他们也对耶稣恨得牙痒痒的。所以在许多生命里面都是如此，我们很多时候都在当中因着自己，我们不是真的着眼在上帝面前。很多时候我们都看到是自己的利益，所以这些利益被损害的就讨厌这些人，但是却没有想到很多问题在于自己。而这些祭司们可能也没有好好去教导群众，他们只想到自己的利益，只想到在当中有这么多摊贩在圣殿里面，我可以收到多少钱。所以确实有许多的人因着耶稣的一些作为，损害了他们的利益。所以这当中，当我们看到耶稣所做的，真的得罪了许多的人。也在我们生命当中，我们也确实也得罪了许多人。当我们照着圣经的教导做，当我们照着该走的路来走，然而让我们去想的是，我们有没有照着上帝的心意来做，照着上帝的心意来走，这是更重要的。然而我们常选择的是像比拉多一样，他虽然尝试了许多方式，但最后他们的呼喊终于得胜了。比拉多照着他们的要求做出这样的宣判。所以在当中我们看到这许多的人性。前面我们看到耶稣的挣扎，这当中我们看到比拉多的挣扎，他三次的想要把这个情势来挽回，但是发现好像拿不回来，所以他照着他们的要求来宣判，他把那个
作乱杀人的、被关在监狱里面的凶手释放了，然后把耶稣交给他们，任凭他们处置。所以在这过程当中，没有写到耶稣有做什么样的回答，没有听到耶稣有什么回应。他就是在当中看着比拉多，看着这些群众们，看着众人大喊着钉死他，钉死他。在我们生命里面，你想要跟着谁走？照着群众吗？照着群众来钉死耶稣吗？照着比拉多吗？许多时候我们确实像比拉多一样，我们尝试了，但是我们没有坚持到底。当然有时候我们都会说我们要像耶稣一样，但是我们也看到许多人，耶稣的门徒，我们看到保罗，我们看到许多的人，他们就真的照着耶稣的教导来走，但是他们最后也要面对这许多的困难，甚至也经历了耶稣所经历的。在这受难周当中，在这圣 Holy Week 当中，也让我们回来看，当耶稣被抓、被审判的过程，在这许多过去大家呼喊着"何塞纳，何塞纳"，在关于耶稣进城的时候，接着过了几天，却是看到群众大喊着"钉死他，钉死他"。在这极大的落差当中，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，就如同很多人说从天堂掉到地狱，这很大的落差里面，确实不容易去面对这些。然后我们也看到耶稣所经历的是这个。当我们每一年都在经历受难周的时候，也让我们真实的去面对这一些，去看到耶稣所经历的，也去看到我们生命的景况。让我们有一点时间来默想上帝的话语。透过今天的经文，上帝对你说什么？透过今天的经文，上帝要你怎么来回应他？